耶稣代表灵本金土粮我的面内的草买白狗我的面内当他放金你阿公Kim two两呢我的面内的面内的草买白果我的面内当草买白果我的面内当内当金我写的是这个痉挛的痉灵崩金跳就是two两跳银就跳钱的对面跳钱的那是就是上换钱的换钱的那个人跳银就最钱的对面呢跳钱人的这个桌子就是桌子抄买白果卖白鸽的那些人对面你当他们的凳子蹦 kim 这放金就是痉挛一下人倒了这个桌子呢它一放也是痉挛的一下倒了这是这个意思就是推倒了他的桌子就是放金蹦 kim two 两这是就是挑钱银呢就两这银就是钱挑钱two 两对面呢就是桌子抄买白果对面呢当和卖鸽子的那些人的凳子一个是一个是当桌子和凳子林蹦金two 两对面呢抄买白果对面呢当有面分散几个国家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死不待我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走向文明进步永享幸福平安海来娘娘保海，海来保面平安。